那讲到网络、手机啊、电动，或者是今麦流行的 VTuber， 大家头一个想到的大部分拢是日本的作品。不过认真来讲，咱台湾嘛有真侪创作者，甚至是用台语在讲台湾的故事。台语台青春咱的网下暗7点半，做伙来看这阵创作者用热情创作，要互更较侪人看到台湾本土的作品。一年一届台湾独立放假活动，满满放假节当闹热展开，读者来这找家己喜意的作品，才会当为放假。大部分拢是台湾的漫画家自费出版直接卖，因无商业的管道，互市场看到。满满放假节提供作者甲读者一个面对面交流的机会，鼓励因创作属于家己的故事。有的人画这漫画，因嘛是想讲是谁要看。所以因在创作时阵会有一寡自我怀疑，若是有这个实体的活动，互两方的人会当见面，安尼因就会知影讲啊，所以我画这种漫画嘛是有人甲我招听嘛。除了漫画以外，为日本传过来戏剧直播主文化，最近伫台湾嘛开始咧实行。所谓的 VTuber 是透过软体掠出操作者的声音、动作甲表情，呈现伫戏剧人物顶悬进行直播。在台湾有一间本土的工作室，毋但用台语做直播，因的 VTuber 故事嘛拢结合台湾在地民俗文化，希望打造上介有台湾味的直播主。我一直以来拢想要做的代志，上主要的目标就是希望以后会有一个空间，互不管是少年人，会使教伊台语这个媒介，啊，甚至讲是看到这个作品，会希望就是讲啊，我就想要去学台语。这个放假甲戏剧直播主的观众虽然看得较少，不过这个创作者也是坚持家己的立场，以本土的语言甲故事，打造属于台湾次文化的面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